每当的3月23是世界气象日，今年中央气象署南区中心是办活动，以净零碳排来做主题，设计多元的活动，让大人囡仔会当哪耍哪学习。主办单位是表示讲，这全球暖化的现象是愈来愈热烈，未来咱人的生活环境是会受到正大的冲击，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做伙来减碳。 有单位传珠仔台，予囡仔叠珠仔，连捌天气各种警报标示；嘛有单位甲历史旅游的方式做成大富翁，予囡仔学习要安怎友善环境。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伫世界气象日办活动，今年以净零碳排设计趣味的过关游戏，宣导正确的减碳知识。平时在读书，就是会觉得这些课就觉得很无聊，可是这里就把它变成游戏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可以让他们稍微了解一下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节约能源，然后怎么样去爱惜食物这样子。民众呢，对于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呢，他们的理解非常少。我们又不希望用太深刻的方式来造成民众的困扰，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这个生活化的方式，比如说闯关活动，让这些知识呢能成为我们生活背景的一部分。 台湾小媒体2050年做到净零碳排目标，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指出，对6个气象站数据统计，20世纪以来，台湾平均伫这8年的气温也1.6度，或者是讲极端气候恐惊会愈来愈肃常。为了要互人有安尼的认知，因这个嘛设计北极熊的模型，互大家对当中思考未来爱安怎应用甲准备。不下雨的时候就不下，很久都不下，但是一下雨就会下很大，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未来在气候变迁下，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利用其实是会变得更困难的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可以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进而就是可以更珍惜水资源。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全世界各地拢正在发生。主办单位希望大家会当重视环境议题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真正爱护地球，唔通过损断这块土地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